所以今天为什么是叫如是交换？这个如是交换的，什么如是交换呢？就自他交换。OK，所以今天讲的是自他交换。那自他交换其实实际上有3种。自他平等、自他交换等等的菩提心的实修方面呢，有几个，也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自他交换和自他平等，先要自他平等，然后才有自他交换，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有自他交换这样的一个内容出现呢？其实是这个就是一个菩提心的本质。所以这里呢，就首先呢，在前面说了，3界的快乐都是无常不永恒的。所以呢，所有的3界的这个快乐都是最终就没办法，我们没办法抓住它，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我们从小到现在每一个阶段，自己所在的地方，自己所认识的人，生活的方式，都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说好听一点就是美好的回忆，实际上就是已经消失了，不见了，就变成一个回忆。所以呢，吉天菩萨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偈颂，他入心论里面叫做啊，嗯，没那么娘是牛啊人，我不敢当刚觉吧，点点站比有顿就是，你得把他们就脱门就是。今天有没有藏人？菩提树和那个另外一个上次他对，哎呀，就是这样藏文就是我不刚当刚结吧，点点站比有顿就是，你得把他们就脱门就是。没那么娘是牛外金，一开始就没那么娘是牛外金，就是说，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的，任何你的一切的经历都是是最终会成为一个回忆，所以那个时候过去就我们永远没办法，重新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这个意思，非常现实，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那个当下的感受再好或者再美，都是其实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其实我今天又想到，有的时候我会偶尔想到这种类似的这个嗯无常，确实会想到。比如说，我刚刚跟我们的呃荣源的女儿小朋友一起绕一圈这个外面聊天，那种就是感觉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很当然是开心，但是不知道更精准的一个形容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温馨。纯真温馨，很好温馨。但是我知道，比如说我突然想到一件，我6年前当时我们刚刚人设的那个时候，那个发挥，就是在这个那个叫 f a r e n c e for 那个发挥的时候，有一个洋人老太太带了一个木头，就是一个尼泊尔那边带来的一个桌子，小小的桌子送给我。那个老头子呢，就是一个宗萨仁波切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弟子。后来他去世了，
而且他又收藏很多很多西藏的非常珍贵的文物。然后他30年前刚刚认识宗喀仁波切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像刚刚的那个小孩子的那种年龄，仁波切是20多岁、30岁左右了，当然非常年轻那个时候。然后他们一起就是他们那个小朋友什么都不懂了，但是一起玩的那些照片，很多照片，所以现在都有仁波切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有一些正在做护工的，带着一些白色的那种棒子头的几个照片，其实是我当时他的照片，我再用手机拍下来的。现在很多在网上很多人在转发，其实那个原档在他那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小孩呢已经长大了，已经后来我看到这个对比非常明显30年后，那个孩子已经变成爸爸了，那个时候已经和仁波切，那仁波切现在已经60多岁，而且上次也就是类似这样的，很多我们的相遇美好的都是当下有很多的这种真实的这个，但是实际上呢，过了10年、20年啊，一切都根本性的会很多不一样的。那就是这个生活或者人生的本质是这样的。但是佛教呢，不会因为感到太过度的上师，他知道要这个状态就是这样，他看透了、看懂了、看明白了，会要更加的珍惜。因为学佛之后，他会有一个很正面和一个好的一个目标。我们昨天晚上说的就是像涅槃、解脱、证悟、本质，我们相信是很光明的。所以就是要这个拥有这个好的一个正确智慧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知道的关键不是说是啊，一切都是无常啊，什么都没有意义，不是这样。重点不是放在这个有没有意义这个事情，而且呢，不要为了这个而纠结后就变成痛苦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不是抓的那么的痛，自己就是比较有更加放松，更加自然，更加自在，嗯，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学佛的时候要，有时候为什么就这些一些简单的，就是看起来有时候微不足道的啊，就是这个一般的行住坐卧当中我们能出现的很多的比喻，用来这样去想，实际上是这是必要的。所以以前门拉里巴大师啊、龙泉巴大师他们的师修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南瓦他们大当贝恰里夏”。南瓦是什么呢？一切的显现成为课本，成为表法，就是这个那个早晨到晚上，或者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会成为一个教法为他们的。他们就是从这个当中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和智慧的。所以门拉里巴和龙钦巴大师道格都是这种，他们面对大自然，住在这个阿伦若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概念，然后这个增长他们的修真，经常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最，所以呢，我们现在说社会是最好的那个最大的课本，也是这样的。真的是在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大自然和这个生活，就是其实是最好的修行的对境的啊，是这样啊。好，所以他说，现在这里上次我们第9，我们重新看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好像就是都已经看明白了，还是这完全忘记了，这个不太确定。但是三界快乐犹如草头露，是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出离心，离心啊，出离心讲完了，然后再讲菩提心，好吗？这两个是离不开的啊，所以我们无家信天天挂在嘴巴里的无家信也是先为什么有这个人生难得、宿命无常、轮回过患、因果不虚？你这4个统统开始有这个按照这个顺序有思维的话，那个时候自然而然能够升起出离心。出离心，为什么呢？
最主要是这个轮回过患和因果不虚是关键的。轮回过患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是你投胎到什么样的，无论是再有钱，无论是再有地位，无论变成梵天或地释天王的一个国位，也还是在轮回。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你会这个命运一定会有一个再一个堕落，就是一个又重新回到最糟糕的这个状态了。所以就是你要想通了这个，你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实施的时候呢，你不再那么的执着任何轮回的东西了，而且你想对自己还是一样，想对自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那有没有可能可以脱离这些痛苦？就是说，那你说梵天也不是究竟的快乐，无世界也不是快乐，那有没有一个究竟的快乐？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寻找的答案就是这样。释迦牟尼佛呢，这个王子的身份，从东门、南门、这个西门、北门出去的时候，都看到生老病死，他觉得生老病死看起来很残酷，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超越生老病死？所以他决定去修行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叫做出离心，这叫做出离心。所以这个出离心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轮回的根本是轮回的过患。如果轮回没有过患，轮回已经是好好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解脱嘛。就是说，轮回的某一个部分，你认为是解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解脱的认知是错误的，这也很重要的。所以还在轮回当中。所以在这个皈依的对境的时候，上次也不是说的嘛，世间的天人他们自己都还在轮回当中。所以梵天他们以为梵天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的境界啊，宇宙的最高境界。结果发现梵天他自己也不是这样。后来梵天也有他自己还在轮回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梵天的寿命结束了，梵天可能会成为猪啊、马啊、牛啊，地狱的众生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个轮回，就是过患。那轮回过患之外，我们非常要相信的一个是什么呢？因果不虚，因果不虚是吧？因果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不是这一世结束了就解脱了。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年轻人很想自杀？为什么呢？他觉得很痛苦，我要解脱，所以要自杀，是不是？有这样很多的啊。所以其实是解脱是可以追求的，但是自杀不能解脱，因为自杀的时候，你的身体确实是就可以像这个没有了，但是呢，你的心还会继续跑到另一个地方，遭受更加的痛苦了。一般自然死亡和自杀的死亡比较起来的话呢，自杀的死亡是更加痛苦的。这个是中印教法里面有关于这部分的说法，这个有非常明确的解释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下意识还有下意识的轮回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这个因果不虚。还有因果这两个字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苦集灭道，大家知道吗？这是个苦集灭道。苦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三苦就是苦。集是什么呢？这个苦的根本是什么？烦恼和还有什么？烦恼和业力啊，是这样，这烦恼和业力。12缘起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无明嘛，第一个是性，就是业力。烦恼是什么？贪嗔痴。业力是什么呢？我们造作的好的、坏的都是业啊。OK，我们通过修行，不是通过世俗的一切的这种功德，我们也可以是一个业，善业。虽然是善业，但不是究竟的一个功德。业和功德很不一样。所以达摩祖师当时达摩的这个著作里面也有说，六祖慧能也有说，功德和福德完全不一样，他福德和功德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什么是功德呢？啊，什么是功德呢？就是你这个最后能成为让你解脱的一个种子，或者解脱的一个无道之因啊，真正的因的话，那叫做
功德，而成为造作更多的轮回的一个因素的话呢，那就是叫做福德。比如说，我们这一世做布施，有可能你的布施成为功德，有可能成为福德，这个非常重要。没有出离心的功德，就是布施就是成为福德。下一世你会变成有钱人，但是不好意思，有可能变成动物界的或者龙族有点开始出生道啊，有点偏向于出生道，其实不是人道，龙族。所以龙族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的，甚至恶鬼里面也有一些是非常有钱的，他住在可能有个非常富有的豪宅里面呢。以前有一个恶鬼是住在豪宅里面，但是感受不到这个快乐。住在豪宅里，住在那个叫柏树里的恶鬼都有啊。嗯，是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有一个叫巴巴嘎达亚那尊者嘛，嘎达亚那尊者的那个一个公案啊、这个《普贤上师研究》里面有讲，那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公案。所以恶鬼道我们觉得是非常贫困，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有些是有个别的是有豪宅，有别墅。什么叫有出离心的布施？OK，有出离性的布施是你的布施的做布施的目的不是为了轮回的快乐，而且是你想脱离轮回或想得到3种层次的涅槃，阿罗汉也好啊，菩萨也好，佛也好，这个叫出离心。出离的话呢，从哪里出到哪个地方，就是这个叫出离。离就是远离的意思，跟轮回远离的山根，能够跟轮回远离的，至少你的发心上、认知上跟轮回远离的一样，像要跟这个轮回彻底要远离这个轮回的话，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叫做出离心。出离和出离心不一样，出离心就是我们的发心，我们都可以用，出离也不一定啊。想赚钱和赚钱是不一样啊。想赚钱我们都可以有啊，一上班的第一天就可以想赚钱，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变发福，再看情况吧啊。所以这个出离和出离心是不一样的，出离是我们的目的，出就是从这个轮回中出来，成为阿罗汉或者佛菩萨，那个叫出离。那出离心是什么呢？你现在一切的功德要出离，我要出离轮回，我不是为了世间的快乐，我终极目标是出离这个轮回，所以这个叫远离轮回、出离轮回都一样啊，所以这就是出离心。OK，你要出离的话呢，发自内心的先要认识到轮回的痛苦，不然的话呢，你干嘛要出离啊？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房子要着火了，你赶快会逃啊。你发现房子里面是很安然，那个就是非常舒服、非常快乐的话呢，你为什么会跑？不会跑。你嘴巴上说我要跑，其实是假的嘛。所以呢，发自内心的处理性的前提呢，我们要认识到轮回的痛苦的。OK，知道吗？啊，所以每一个都要思维，重新思维的话，我知道这个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刚刚问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回答，没有任何人出声，太安静了啊。所以我有2种怀疑，一个是大家都听明白了的，有一种怀疑是大家都忘记了上个星期的内容，是这样啊。所以我也不得不讲一点点，因为这个真的要我们每次的时候，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关联啊，先后的这个顺序上一个一个这个基础就是这个，后面和前面有非常严密的逻辑在。这些高深大德的著作不是随便写这个这边那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分散的一个状态啊。你说那和无畏布施上次讲的有什么区这个别？今天不讲，下面可能有一些布施的环节，那个时候讲。OK，嗯，但是刚刚你第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大家都一样，问的时候呢，都要直接跟
当下所讲的内容相关的话比较好。但是后面问的时候，相对可以问的范围可以广一点的。不然的话，你现在我们在讲这个部分，现在你说无为不是在哪里，那我们都会这个稍微这个会容易这个讲的内容可能会容易分散啊。所以呢，现在我们专注出离心是什么？OK，你问的非常好。现在出离心有了，你皈依了，你要出离的话呢，要干嘛？要修心，修心要干嘛？要从皈依开始，这是唯一的选择啊。所以皈依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当然是我们这个对福德和功德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么这边也写了啊，这个福德成为这个无所那么写了什么到底？福功德成为无造作，让你觉得 OK，这个小朋友说无造作是谁说的啊？但没关系，也可以这么说，不是一定是说无造作了。我说了无造作吗？功德不一定它的本质是无造作的，因为呢，实属菩提心肯定是造作的。但是造作当中也有好的造作，OK，跟深意菩提心相比之下呢，世俗菩提心肯定是造作的。我们现在一个凡夫人刚开始处理心，哪有无造作的处理心，对吧？但是呢，慢慢的这个也会成为一个基础啊。慢慢的，这个无造作也有两种无造作啊，一个是发自内心的话，也叫做无造作；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生一地一样的，完全远离息论的时候，也是无造作。当然，这是最高境界的无造作。OK，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看今天的内容啊。所以皈依之后呢？那就是要发菩提心了啊！上个星期最后讲的应该是无始以来对我那个怜爱什么之类的啊，那个就我们上次讲。所以呢，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对吧？找到了一个方向，找到了一个方向。比如说，呃，比如说一个晚上，你和你的家人在一个最好的朋友和家人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结果突然间着火了啊！你想逃跑，你晚上别人看不到路在哪里，但是你非常幸运的看到一个方向，你可以从那边逃跑。你要一个人跑，还是要带他们想办法跑？至少要告诉他们这个方向嘛。能带一个就一个，能带二个。如果是真的，我们应该要不是一个人去。这就是皈依和发心的连接点。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哦，我现在知道一个叫解脱，苦集灭道，灭就是解脱啊，灭就是涅槃，灭就是灭定这个入灭定就是那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一直就是叫灭，这个的灭这个灭，所以呢，这个灭呢，就是嗯，不及灭道的消灭的灭啊，所以呢，那个就是究竟的解脱。你知道了，你知道吃轮回之外也有一个永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果位，而且你也已经遇到了善知识，你也遇到了正法，OK，你知道怎么去修了，你现在愿意开始去修了，那这意思是你可以找到一个逃跑的一个路了。那个情况下，你一定要想到其他的你的周围的一样受苦的众生，一样在危机的状态的那些家人，是吧？所以呢，无始以来，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我现在有机会修行，我的这些努力，应该不应该是我一个人？应该是也是跟其他众生，为了众生。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去想的话，就已经这是你的修行的第二步。所以无家心里面也皈依后有发心，就是这样。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文字的时候，OK，我叫你先要念皈依3遍，然后念发心3遍，你可能乖乖的去念，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很深刻的这方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边界了解体会然后就是这个修的话也是效果是比较有限，效果有限。所以有时候无戒心呢，
一辈子修也修不完。嗯，我最近在校对巴珠仁波齐的传记嘛，巴珠仁波齐呢晚年呐、他80岁的时候啊，快要圆寂的时候，还是好像是圆寂的当天还在做大礼拜，巴珠仁波齐，他是一个真正的大成就者啊，他当天还在做大礼拜啊，然后呢，就是圆寂的那一段时间还在忏悔啊，还在修忏悔法，有个叫做那拉东土，就是这个更出地狱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金刚乘的一个忏悔的一个法。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不想自己念，因为他也就是这样闭上眼睛，可能这也有点年纪有关系吧。不是眼睛完全看不到，但看不见，但是他叫康波公话他的弟子在他的耳边念他的功课，就像温书正生命经，天天要在他的耳边念。以前是他自己念，后来就是这个80岁的时候，就是叫他念，在他的耳边大声的要念，然后他这还有呢，每天晚上啊，一针见波半中去那个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物家性的衣柜里面有莲式的这个上师瑜伽的后面有蛮长的一个上师那个莲式祈愿莲式的一个祈祷，那就是莲式祈祷。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然后有时候就得把这种不就睡着了，突然间我说，你就真心不帮助，你就真心不就是什么呢？七星至尊莲花生，就这样，突然间，七星至尊莲花生，非常有了不起的啊。然后有一次呢，他的食指，另外那个看不年轻的看不他的学生在那边念，他就得把这种不睡着了。自己有时候念功课念的时候，稍微的念错了顺序啊什么，稍微错了，把这种马上哎念错了，然后就这样，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啊，所以呢，真的是啊，儒家心是永远修不完的，成佛的时候可能修完了，所以呢，你以为物价线这是一个前一顿这就是像小学毕业一样，而有一天就不要用了。包主任不去说这是特错大错，因为有一天你的修行的境界越高越自然的时候，你越可能回到最基础的那个状态，不是说是你就是一个大法利民在那边就是在这个一个转，不是这样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字也离不开物价性。OK，我的重点是这个。你看出离心讲了，其实是潜心的一个范围；皈依讲了，就是皈依；发心正在讲，也就是我们无家心的发心。你们千万不能说哦，无家心做完了，现在要干嘛？其实实际上是实际上是错的。但是也是不能因为你们听了说，那时候我们就是你不要认为无家心做完了这是错的，也不要这样说了啊。因为他的如果有你的理解正确的话，你做完物价线没有什么问题啊，肯定是你做完了每个项目50万遍，叫做物价线做完了，那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以为我现在做完了，我现在出了大圆满，什么都不要了，我其他都已经换，已经交给你了，没有这回事。所以八柱仁波切啊，他是，呃，这个就，我这几天都一直在看八柱仁波切的传记嘛，正在校对嘛，所以就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八柱仁波切太大了那个题目，八柱仁波切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概念，已经所以就是一种，它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也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的一个象征综合体。嗯，我很有意思的，八柱仁波切和嘉万钦泽王博第一世，
他们两个有时候互相骂来骂去，互相有时候呢互相夸来夸去啊。杨金这王博他们两个实际上是同学啊，后来都没有见到面了，彼此也没有太多，基本上晚年都没有见过面。虽然说距离不远，但巴主任我就天天嗯去各个地方，所以但是呢没有见到过啊。但是呢，巴主任不去的那个巴主给曼尼曼尼墙，上次我们松能去的那个地方，我也去了啊。我上次去回家，就是最后一天就是专门去见巴主任不去的曼尼墙。巴主任不去的曼尼墙，巴主给曼尼，就是完成吧，就算是一个完成之后呢，就是巴主任不去新疆金黄博开光啊。让金泽王国开光。那个时候，江金泽王国在北余县的现在德格县的那个中山市，毛主任不去咋去看，距离非常遥远，没办法直接到现场。但是呢，当天呢，约好的那个时间点，天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彩虹和瑞祥，还有用青稞撒青稞来做开光的那个，从棕色撒到那个撒出去的这个阳青这黄埔的那个青稞，出现在巴朱木记的那个满里墙的上面。这个是巴朱木记的传记是没有，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那不可能是一般人能这样的，所以这个细节呢，已经有巴朱木记的传记里面有记载的嘛。所以我们有把这种武器的这个，就我们专辑来看的话，它就是这样的。而且光是把这种武器在它的上师叫什么，知道吗？如来亚嗯尊者，如来亚亚就是法亚的亚，如来亚尊者。如来亚尊者那边听了多少次啊？潜心25次，听了25遍。巴主任就是一个大智者，他的那个谦信的修行的课上了25次啊，重复性的，而且每一次上师那边听一个，然后就又自己再修一遍，然后听一遍修一遍，这样的就是这先后做了25次。所以所有这个讲解的过程，所有的精髓记录下来，后来写成书叫《普贤上师言教》。为什么叫普贤上师言教呢？普贤就是普贤王如来，我们归经的最上面的那个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是大圆满的，也就是所有诸佛菩萨的一个总体了。普贤如普贤上师，上师是他自己的根本上师，如来呀正知了。八祖荣波切的心目当中，普贤王如来就是我的上师，我的上师就是普贤王如来，所以叫普贤上师。这两个就是普贤书上师并在一起。言教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所讲授的这个内容，所以言教教导。所以那个书的名字就叫做《普贤上师言教》啊。我也，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那今天呢，你要自他相换，自他交换这里的翻译是交换啊。无欲痛苦，源于自乐欲。圆满诸佛言语他利他心。其实这个如果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的错误，很多的犯的错误都是来自于什么？自己太自私了。我们同事之间呢，做事情呢，很多都是我们过度自私了，不小心就犯的错误都是这样。比如说有些为什么贪官就是贪污
本来就还不错的，后来就为什么又就这个人生就自己就彻底就是毁掉自己的。其实我们根本上找的时候70%-80%真的是自私了。啊，没有满足啊，当然是我们的知识的完全相反，是利他是很高境界，我们不说利他了，至少是这个满足的状态。OK，他也可以分一个，我也分一个，这个福利应该是都是属于共享的，大家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没有了，就是都是我要这个，我要最大的，我要最多的那种的时候，那就是就是自私的一个过度的自私了。我们生活当中合理的一个知识和完全不合理的知识有两种，但是从菩提心的严格来讲的话，严格来讲的话，没有合理的知识了哈，肯定是知识都是不好的啊。但是生活当中有合理的一个范围的知识啊，可以说啊，就是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做的很优秀，很好，那你希望获得老板的认可，那不叫自私了，当然吧，啊，这个就这是可以稍微的一个人性或者这个稍微一点点这样，但是这个一个回归这个一个期待，但是当然呢，呃呃，菩萨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菩提心来讲的话呢，当然一切都是要利他心为主，但是这个利他心呢，你没有自利就没有利他心，所以又是菩萨的修行当中也自利和自私是分开的，所以还是有办法做到。因为你看呢，你要利他，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的话呢，你能利益众生吗？是吧？所以呢，就先要自利，就是自利里面包含了这不是包含了自己的基本的权益了，是是的，是的，只是你的发心要更大一点，更正确一点。现在网络用语就是你的格局要大一点，就这样。实际上呢，并没有说你不能住在豪宅里面，没有这样说。释迦牟尼佛对那个比丘出家的戒律是非常严格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不执着的前提下，你可以住在豪宅，就是可以住在像现在那个川普大陆那种川普的大陆，真的，这个佛经里面这样说的：“空哇这把结吧，说什么呢？有100层的那个楼，那就川普大陆可能差不多，应该就这是一个2000年的这个古文里面就这样写的，100层嘛，你知道1层2层楼100楼100层，中文怎么说？100层，100层啊，就是在层100层。你看我咋把结吧。这个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无论是声闻乘、菩萨乘、这个金刚乘，都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你的内心是不是很执着？是不是很自私？这是重点。嗯，你没有这个了，你内心想到了，你这个是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应用的话呢，金钱本身不是错，穿好衣服也不是什么错，你有长得好看，你根本不是错。所以释迦牟尼佛自己有32相80好，应该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英俊的一个出现了。所以为什么出现呢？释迦牟尼佛牵涉三大阿僧祇劫的功德所创造出来的，是偶然的，这是佛教的因果来讲，就这样说的。所以呢，我们说这定的呢，下意识你供那个花，你会下意识会变得更漂亮啊，有这种说法嘛？如果是这些都是错的话呢，佛陀为什么清楚这样说？不会说的。但是佛陀说，这些都不要成为一个执着，更加执着，因为更加执着就更加痛，是吧？那现在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上比较很有钱、很有这些成就、很有才华，就是等等。但是有些呢，就是这个生活的态度很好的时候呢，这些都成为他更幸福的因素。有些就不好了，那就是这个观念上出现问题和有些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更加痛苦的因素，有时不得用。
是吧？所以其实一切都这个也蛮重要，因为有些人学佛以为是哇，就是不能打扮、不能化妆，什么都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是没有这样的，佛经里面没有这样说的。当然说八关斋戒的时候，你不要刻意，要很暧昧啊，不是那种叫什么那种，反正就是这种，比如说有点性让我们起这种傲慢和那种性的一些这些不能做的啊。那这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就可以没问题的。所以是这样啊。有时候呢，就是呃，你的打扮好的打扮，你的好的那个化妆，可能让这个环境其他人带来更怎么说，能提供一个欢喜的一个他们得到欢喜或更快乐，或这个变得更油面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一种利他的，所以完全是可以成为利他性。所以这样，所以像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啊，他们的师兄师姐们必须要很严格的，有一些化妆啊那些的都是有要求的。但我不是说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菩萨，是不是这样？但是基本上这个也这个做法绝对不违背佛教的本意了。这个这个细节上，你看每个组织的做法都是不是很非常如理？这个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有时候，有些时候，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不是我啦，你们年轻人，真的是，总是人们就非常在意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这个学佛就是吃地要佛点，所有的这个一些生活和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和享受的话呢，很多年轻人也没办法接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就以前有一个句式叫三给狮子三给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很有钱，还做了很多布施和供养。后来有一天呢，经济出状况了，家里的经济有一些下滑，就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佛陀说你们不要去他的家接受他的一些供养，因为他现在经济有困难，让他恢复他的财力，现在让他好好的赚钱。他有钱了，有能力了，啊，就是你们再去他的家接受他的供养。你看佛陀都非常的细心的安排，嗯，然后呢，又开始因为世俗人嘛，觉得哎呀，以前我有钱的时候呢，那些上师就是比丘都来我这边，但是现在我就是情况不好的时候不来，又心里有点不平衡了。那佛陀安排说那你们几个人去某几个人这个制定说你们几个人去他那边接受供养，其实是有时候是花园也是一个做功德一种累积功的一个非常，但是呢，为了赚钱自己有花园那不对了。有时候是在南传佛教现在都有这个传统的，有时候汉传也是专门有一些出家人呢，现在有两种也街头要这个拿着钵然后持教出现的，确实有些是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静心，这是一个非常佛陀的一个传统，用这个，然后他哪怕是一个施主丢了一块钱，也是啊。能得到一个就是一个累积功德的一个机会。那有些人可能是另外一个想自己想得到一定的供养，那个要自己想赚钱，那就是这是看他的动机啊。所以呢，这里呢，说痛苦都是来自于自乐欲，就是要自私自利。所以呢，佛陀很久以前了，这个是入行论里面说的，特别严顿结巴等西北让顿西巴那你讲的切巴度啊，很久以前佛陀也是跟我们一样凡夫人，而且他是地狱的众生，知道吗？地狱，佛陀那个时候不叫佛陀，是一个地狱的一个地狱里面的一个比我们还糟糕，地狱里面的一个人。结果呢，地狱里面呢，他和另外一个他的几个工人在一起了，在打那个打工，
有点像打工一样，他们要拉那个马车，那当然是这种地狱也主要是之前那个恶年的一个显现嘛，有没有地狱里面马车，这个我们不要讨论了。然后呢，结果呢，他很辛苦，看到他的朋友非常的这种满头大汗，非常辛苦，然后有那一追，地狱里面也有非常恶劣的那种环境嘛，然后也有很多一个叫地狱的狱，狱卒呢就是，然后催着他，然后叫暴力，严重的暴力啊，他们都是不讲道理的，不受劳动法的任何的规则的，没有。那个时候呢，他觉得既然就是，反正我也要干嘛，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推，让他休息一下。他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反正呢我没有任何休息的机会了，那就是我一个人推和两个人推就差不多嘛，就是我让他休息一下。一产生这个念头的刹那，他就投胎到人间了。也就是这个梦就结束了。所以恶鬼地狱也实际上是一种梦一样的噩梦，所以他这个善念就是直接接受了他的地狱。所以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开始的发菩提心，这还不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最基本的这个爱和这种慈悲心的开始从地狱里面升起的，而且一个地狱的众生为地狱就这样。他受不了，他受那么大痛苦，他觉得我一个人来扛着吧，就是替你做，然后你休息，然后就来到人间的时候，还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怎么发菩提心呢？他是一个贫穷的孩子，没什么东西。结果呢，他看到有一尊佛出现在他的眼前，就真的是那个就是一尊佛，他的名字也叫做释迦牟尼，知道吗？释迦牟尼名字就是释迦牟尼名。然后他出现的时候，他心生欢喜心，他唯一的一万稀饭，稀饭，不一定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稀饭了啊，但是就是一种稀饭，一种粥，不太清楚白米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粥。阳刚性的偶尔心里讲，当不相就叫的先解脱。那个《仙界千佛经》里面就是有这个几种的方式写了这个细节嘛，我都看过嘛。所以这个咒，就他自己因为心生欢喜和那种心行嘛，他就是自己就是刹那间觉得我应该要供养给他，就是这个念头，然后供养给佛，然后我要发菩提心，这就是圆菩提心了。然后他的菩提心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有一天要成为像你这样的一样的一个人，而且我要跟你一样的名字。所以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也叫做释迦牟尼、释迦能人。所以当时他发的时候就这样说的。所以你看呢，哪怕是一丁点的利他的心，都能成为广大的菩提的根本。所以无论如何是利他心是非常好。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智慧，不是有一点点的了，一定要有智慧和方便。三教方便在，方法是要对的方法。三教方便，如果白话来说的话，对的方法。比如说你是老板，你一定要对利他心来对待养员工的话呢，我可以成为至少一个商业的很好的手段。是，但是这个利他心呢，当然要有一个方法嘛，啊，对的方法。这个对的方法，佛经里面叫做善巧方便，方法也是对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有对的方法的前提下，你有智慧的前提下，敏锐的这种一个明智啊，光明的明，智慧的智，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那就是你做的这个利他是绝对能成功的，是吧？啊，是这样的。官也好，商业也好，任何也好，一般的人也好，你作为员工的身份也是一样的，是这样。我们小小的一个事情，任何我们现在世界的一个最糟糕的情况都是什么？来自于自私心，对，破坏环境也好，破坏他人也好，所有都是其实是我们太自私了。
太是国家的政策也好啊，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动荡都跟知识是100%有关系的。所以至少是这个佛教的这个理念就是这样的，是美好的一个想法啊，至少这个无与痛苦，源于则乐欲，圆满诸佛。当然，这是一个佛教的大乘，所以直接用诸佛。但是呢，无论是处世间的圆满或世间的圆满，都跟利他心有。就是简单来讲的话，我们总是不能只想到自己，那种是很糟糕的一个，对吧？啊，就是这样的。食故以乐他故。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外面，我们只有一片空胸水，大家都在渴，天气很炎热，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喝吗？这个合理吗？啊，都有喝一口嘛，大家都吃一下，就是那种。其实有时候是这种利他呢，从目标要越大越好，但是实际操作呢越细致越好啊，这是这样。所以呢，莲花生大师有一个叫法叫"大瓦八果，就把达果，就把达果达玛达玛"，就是说简体层面来讲的话呢，要越勇敢越好。越能想越大。我要将来要做美国总统啊，这个是可以。我们上次也说过嘛，那种就在大瓦观念上、见地上、目标上呢，越不受局限越好。但是实际的操作就是拉力，时间上真正的操作上呢，越细越单小越精深越细化，嗯，越好啊。嗯 OK，那时候啊。OK，所以呢，现在呢，菩提心的自他相换了，自他相换的另外一个概念，我们现在那个初学者能接受的一个是什么呢？尊者也经常这样说过啊，比如说，哎，其实不只是我，他也一样，他也一样，这样就是这样，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他人放在自己的位置去想，那样的话就是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自私的心。就他也想提早下班，我也想提早下班啊，就是这样啊，是吧？他也想请假，我也想请假。那个时候这样的话，至少是你做的可以平衡一点。平衡的话也是不容易啊。那慢慢的话呢，可能对都有利，是吧？比如说以前呢，很多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杀生就可能会真的是不会当做一回事了。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学佛之后不一样，尤其是我们从小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我前几天又想到一件事情，这个故事我自己是有感触的，但是这样讲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啊？有没有帮助就更不知道。但是我们这嘎寺，我们的祖田，我的部落的寺院叫这嘎寺，我们那边有一个仁波切叫做朱克春nam，也是我的叔叔，我的爸爸的堂哥那种概念啊，堂哥哥，爸爸的哥哥，比爸爸年纪大一点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这种说很多说法，就我们经常说阿奎就是这样啊。他是巴珠仁波切的弟子，刚刚在巴珠仁波切的耳边念那个文殊真实名记的那个堪布的转世，他是这个呃非常特别的一个方式认证的那样的一个转世。那他已经圆寂了，其实是那个时候我记得的时候，他也是就，比如说他圆寂的时候也是应该70岁左右了，所以已经5、6年前圆寂了，现在还在的话，也快80岁的那样的一个年龄啊。但是我记得刚刚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前呢，文革啊动荡的时期呢，大家知道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受到佛法的教育。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我们部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一个做法，什么呢？
牦牛的身上啊，讲起来很残忍，但是真的是这样做的了啊。牦牛的身上有长出了的很长的毛，你们知道吗？毛哪里长？长在哪里？身上哪里？整个身上都要长。OK，这有细节啊。牦牛的肚子上面长得很长，其他的身上长得比较短。OK，牦牛就这样，我们当地的肚子里面长得长的呢，就是犍来，它很粗，就像马的那个尾巴的那个毛一样，蛮粗的，没有马的那么粗，但是很粗，所以呢可以用来做帐篷。然后呢，比较细的那个身上的其他的毛比较细，叫骷髅啊，然后也可以做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就是这叫什么看毯子啊，类似这样的做啊。另外一个那个身上的那个做毯的话呢，太粗了不行，但是呢，用来做那个帐篷的话非常好。所以呢，当时为了，因为那个建的话，至少不可能是从根本最根建嘛，所以呢，夏天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节气是它可以建的。那个时候呢，他们用一个羊，那个野羊还是什么山羊啊，什么有一个叫啊，反正就是用一个棍子这样，就是这样扒。那虽然呢，它到了那个时候看起来扒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很容易把，我也扒过啊。是吧？你听起来很冷，但是人都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是麻木了，没有。就像你们在一个看到海边，你们吃海鲜，像我和我的家人，我的妈妈爸爸，如果看到的话呢，不可思议，无法接受啊！直接一个女生，你们怕蟑螂怕的要死，然后那个螃蟹拿在手上，那是其实是非常毛的，是不是？但是你们不认为是这样。为什么？这是我们就已经习惯了，好像这样了，就是没事。这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有这个情况。所以当时呢，我们那个拔身上的那个帽的时候，很多的女生啊，那个反正就是这样嘛，天天每个夏天的时候这样。所以我们的那个仁波切说，你们不要这样。如果你们的头发被别人就是这样拔的话，你们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是5、6岁、7岁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仁波切一说出，所有人都听他的话的啊，嗯，所以就是再也没有任何人，他们都用剪刀剪。所以我们还是如果是说出来，他们不是不听的，这个方面我们藏人还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一开始的话，可能真的那个年代的那些人本来就是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嘛，啊，就可能这样嘛，一开始就这样。所以后来仁波切说，那我最近想，哎，其实是这个不算是口传，也不算皈依，也不算观点，什么都不是。但实际上是我的相续当中那种一个自他相还的一个，我们从别人的角度、自己的角度那种考虑的这样的非常珍贵的这个想法是，这个启发是因为那个仁波切的开始有。所以现在想起来的话，哟，原来是我的真正的大乘菩提心的启蒙老师了啊！我们可以这么想，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这样的去想的话呢，那我们慢慢就哦，是啊，我很爱吃肉，大乘是真的是尽量要少吃肉，跟小乘不一样。大乘呢要从爱、从利他心出发，那你就是吃肉。我们这个皈依不要求一定要吃素，但是学大乘要少吃肉，或者吃肉也要有惭愧心。所以我们藏人做不到不吃肉的时候，也天天先吃肉前念一些我妈的本名，我妈的本名，我把我那个本妈的红不说，就是有好几个咒语念了一下，然后吹一下，然后再吃。那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呢，也就是尽力了啊，就这样。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个利他性的然后我们是讲的时候呢，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利他性的最更比较实际的一个做法，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忽略他人，你发现你要可能动物啊，其他的生命，你就是忽略了，就是如果我是这样，怎么样？啊？比如说路边有一个乞丐，大家都有点那种羞辱他。如果你有能力劝他，你要想，如果我是他那个位置的那个人，别人我这样对待我的，我会怎么样？
然后就立刻你想到了，我就会这样。其实我有时候想，比如说别人说我的坏话，在背后说我的时候，我有感觉的。我不是非常那种在乎，不非常在乎的，还好，我处理基本上是可以的。比如说网络上别人有一些人有，比如说这个无缘无故的可能会留一些那种叫什么看啊评论，我看到骂我的，我登多我就删掉这个骂的那个，其他我也不会回复，然后我也基本上不太受大的影响了，情绪信息。但是呢，我当然不是非常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反过来，如果我好像也要对待这样的方式对待的时候，我就可以想，哦，如果别人这样对待我的话，我也不是非常感受非常好啊。那我也或者我们就是随便有些别人拿来就是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不开心呢。如果他人在讲你的话，那为什么你讲别人的时候是你那么的，好像津津乐道？那个好像这个成语是不是用错了？其实我们的态度经常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有稍微的那种自大相反的概念的话呢，哦，自己不想看到的、不愿意看到的，别人也不想看到、不愿意看到，所以尽量避免，是吧？这些都是实际的菩提心。这些菩提心呢，不违背那种道德或人的处理这个处事的方式，而且反而我们这些呢，非常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用，同意吗？你真的，是了，我觉得真的，如果我们的修行完全脱离了，哦，从今天开始我要出离心，我要菩提心，好像完全脱离了这个生活和现实的话，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的修行就是要处理现实的东西，而不是说就是离开了现实，然后就是在做别的一个空间用啊。哦呀，好，所以就是要入世交换，哇，这个很好。这个入世这两个字，藏文里面说扬大结网，所以这个知道讲我有一个次第上也好，思维上也好，这个方面也有一个入世的，就是正确的。OK，入世就是正确啊，扬大把结网，就是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做法。如果因为要的话，那就是我们要问死啊。不然的话，我们说的哦，我是菩萨，我们是菩萨，我们是发菩提心，我们要度化众生，最根本的一些基础都不用我们拿出是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用词都非常那种非常不谦虚的啊，我有时候真的用错了，实际上，呃，嗯，OK，所以虽然 OK，我们请现场的一个你来。谁人起了大贪，将我财嗯全部夺走，或教他人夺，嗯自身受用三世诸善业，回向于彼，乃是佛子行。，OK，非常好。这个部分啊，以前我们在西藏，很多人就是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部落有一个认识的，我们听过的一个，就是一个老喇嘛。那这个工作组来了，然后全部那个叫什么？那个中文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有钱人的钱财所有都这个拿来，然后就是要分给那个无产阶级的那个年代啊。啊斗地主。OK，那个年代就是1959年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呢，他们的钱财也是其实是本身就是自己的了啊。但是呢，就是那个喇嘛他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就是他们那些人来了，然后就是拿走了，只是一个空的这个帐篷里面，他一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可能他的家人也啥的啥带的带就没有了吧，就是这他自己一个人。结果就他看到就是全部都没有了，就坐在那边开始念普贤行愿品。他觉得哦，这就是我要回向给他。这是真正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做到的是不容易，所以他们是这样做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啊，这种案例蛮多啊，呃，而且很多修行人也有这样，
有些呢，以前有一个善知识，他蛮有钱这个这也是别人供养嘛，然后他就是这样，就是条件非常好。然后条件好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麻烦嘛，自然而然。除非是他非常了不起，那就一般来讲条件好的时候啊，至少他就算是不是贪污啊什么之类相关的，但是至少因为条件太好、太有钱的时候，他可能要这个处理很多事情，在这个当中会耽误很多他的修行的事情。所以有一天有一个这种黑帮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匪是吧？秃还是偷？土匪。土匪，对，有时候我的发音，土匪来了，土匪抢走了所有的，然后他觉得太好了，我修行的机会来了，我有一点放不下的，他强迫让我放下了。然后他开始就是做那个像巴珠仁波齐一样的，完全就是只有身上可能有最简单的这个，其他什么都没有那种状态。啊，后来他说那个土匪是我的最重要的上司之一，他是因为有他的这个，才我就是离开了这些，帮助他断舍离。对，所以这样，所以呢，用修行人就是这样的角度在想事情，所以呢，谁人其乐大贪将我财全部夺走或叫他人走。所以我们经常就华人也学佛说，哎呀，随缘呐，是业力呀，反正这样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是有时候是好用的好的话，是一个很好蛮好的一个态度。比如说你真的没办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前世的业力，可能是我欠他什么的，那就是我就会想给放下，对吧？就是这样，很多人也其实有债务啊，比如说你的钱别人抢走了，或者一个诈骗了，你真的拿不到的时候，你要放下，放下是第一个选择。如果真能做到的话呢，那可能真的是前世的一个因缘就是只是这样的我希望这个就是，那就既然就是这样所以能够帮助到他。这个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心，那就是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机会修这样修，但是能不能修是其次嘛，所以就全部都做或叫他人做。自身受用三世，你看，加上自身受用是什么呢？自己所需拥有的东西叫自己的受用，受用圆满的受用。三世诸善就是这过去、现在、未来的善根都要回向给他。为什么呢？他可能成为你的安人的对象。他抢走你的东西，偷了你的东西，那你会生气吗？如果你修了安人，那就是你赚到了。所以就是修安人，就是要有对象。所以《普贤上师研究》里面确实有讲，修安人最难，菩萨修安人是最难找到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就是特别一个为化，所以就不容易得罪人。但不容易得罪人，也就是别人不是很容易在他的眼前，天天那个发那个嗔恨心。所以呢，如果你又是修菩萨道，又是遇到了安人的对象，那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就这样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全面了解的话呢，这个说法也非常有道理的。然后直接来就是完全不了解一个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有没有一个概念的前提下，直接说你很好你就有人打你骂你的时候，你跟他说他是安人对象，你这样你太好了，那个这样说他又会生气嘛，是吧？但是实际上这是菩萨道里面就这样说的，所以呢，因为他就变成你的恩人。这个入行论里面就是有这样讲，入行论里面说，众生和佛对你的成佛是一样的恩德大，恩德，也就是说，没有佛也许也没办法成佛，因为就是不知道这个修行。但是没有众生你也没办法成佛，为什么呢？你要成佛不是因为有佛而成佛，而且你累积了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你圆满了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的这个六波罗蜜，就是才能
获得成佛，这些都离不开众生。对，一切众生，而且没有众生，你不是怎么做？持戒怎么做？安忍怎么修？是吧？啊，所以呢，众生是我们的恩人。菩萨的最大的这个，菩萨的就是恩人，最大的恩人就是应该是众生。所以莲花生大师的自传里面有个叫 Merga Sangji Kunja Lama Nyerwa Yin Merga Mergu Nyerwa Ngonzerchi。OK， 一切诸佛的上师是地狱，也就是说，地狱是一切诸佛的上师。不要对地狱有这种merga，就是哦，阿良 merga 我们就不要不要抗拒，差不多这样啊，不要抗拒，或者他是字面上不是说抗拒了，就是说不要不高兴或不开心，或不要不喜欢。哦，对，不喜欢，不要不喜欢，不要不喜欢，不喜欢，书面一点来说怎么说？不要厌烦、厌恶，OK，这样。哦呀，我们就继续看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今天的进度有点慢啊。那这个下面有几个应该是这个几个，而且这些呢非常实际的修行，所以有时候呢就这个现在我们经常就是比如说财务啊，还有前面的这个第12呢，就是主要是财务，对吧？钱财，现在是身体。自己一点过错也没有，某人居然要来断我头，人人慈悲将我必诸罪过，由我来受，乃是佛之心。我们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故事？没有？有没有想到？举手，线上朋友。不错，四门师兄不错。《金刚经》里面，那个鸽子，各界昨天晚上都我们念了，对，格利旺什么？安人仙人什么？佐巴那瓦。人入隔绝身体时，人入哦，见就是这个公案。这个是出现在《三摩地王经》里面，也是佛陀的过去式。对，人入仙人，人入仙人，人入仙人就是这样做的。人入仙人当时非常冤枉嘛，然后那些要坏人要抓他，然后就是不是坏人了，就是有点像专门就像现在有人要枪毙的话呢，不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人员专门要执行这个任务嘛？这种也不能叫坏人了，但是就是这种角色的，就是来几个人来抓他，然后就是那个各级所有的这个砍断那个要他的所有的，然后他说你看是不是人如仙人？他说我是人如仙人，还是人如吗？然后我是人如，就是这样，完全是如如不动，没有任何丝毫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嗔恨心、恐惧感，没有任何的那种痛苦。为什么？他了解了无人相、众生相、寿命相，怎么相？大灯的熄灭吧，少灯的熄灭吧，刚色灯的熄灭吧，就是这个，他做到了这个境界了。张松说办他哇，张文叫张松说办他哇，人如仙人。哦，谢谢。何以故？
须菩提，如我昔于各理王各结什么身体？我欲22，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寿之想，何以故？我欲往昔结界直接是，然后就是若无与我想、人想、众生想、寿之想那就是应声成恒。所以我们要这个经常在功课里面念诵的东西和文字要结合起来。这个是它每个所有的我们经常的讲文都可以成为那些文字的时候的一个比喻和很好应用在这个里面一起去理解的时候，能够找到更多答案。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但是这有一个是经常要有这种的一个细微的一种思维或者一种注意力在。原来是这样，大概这样，是这样，所以记住了，那就你在看别的那个书时候就是有用，不然我们现在刷视频一样，看完了前面的，看到后面就前面忘记了，所以所以就是自己没有做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这个是非常难做的。如果自己错的话呢，这个就是我改，就这样啊。但是呢，默认既然竟然是吧，要来断我的头，那我认认的还是要就是我所有的以慈悲降彼者的罪过，然后就由我来受，然后就是菩提心、佛子心、菩萨心。那下面是最难做到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就是这样啊，某人百般恶言诽谤我，而且宣扬传遍三千界，那是很夸张，不可能有3000界啊，但是这个就是到处讲，就是这种概念，到处都在讲。那现在这个，如果你别人要辱骂你，然后恶意的这种诽谤放在网络上的话呢，真的可以很容易就是3000界都知道了啊，至少一方就是这个全球都知道的啊。只要是认识你的人都能看得到的嘛，这个就是这个网络时代就这样。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能够自己保持这个政治正念？那就是要有慈心、仁慈之心对待他，赞彼功德乃是佛之心。这个是不容易做到。如果万一而且很自然的、很励志的、很有高度的这样做到的话呢，绝对会最好他们会来赞扬你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就不会变成这样。那些都有很多实书的处理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绝对有很大的这个，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应用价值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呢，我看到有些如行论那些里面的有一些道理啊，现在那些会讲的那些很多比较那个口才很好的那些主播啊，不是主播，现在那些网络上的那些叫什么？博主啊，来讲的话，他们讲分享的人都有几百个、几千个人。我们这种人就是老老实实的讲半天，没有人看，知道吗？很无奈。为什么呢？这个无奈的原因，有时候我也是，就从自己的身上找。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虽然我们用佛法的传统的语言可以讲出来，但是其实还是我们的表达的能力没办法很生活、很实际、就是完全就是掌握他人想要听的那种方式去讲。我们这方面我们有一些还是有缺陷的。甚至呢，包括怎么去整理，怎么去那个语言和这个动作和画面怎么呈现，都是一个学问啊。我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讲的没有人看，主要不是他们的错，也不能这样说，没有对错，只是还可能是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在。所以呢，
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实际的内容上面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讲述的，好好的讲述的话呢，这个都是人人都喜欢，对人人都有帮助的一个智慧了。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里我们说哦，为什么他们都在骂你，那你呢反而呢就是，要这样？为什么？啊，我今天看到一个明星呢，我们觉得昨天有点笑，但是他做法好像对了嘛。那个明星是谁我忘记了，这一个短视频，应该是十几年前、20年前的，看起来这个画面绝对不是新的啊，这个很多是大明星。他说是 OK，你们骂我没有关系了，无论是就算是一个什么什么新王闻，祖贤，嗯。王祖贤，反正就是说，但是回向你这个是这个，好的坏的都回向。好的话的都会想给阿弥陀佛了。他直接在媒体面前说，你们好的坏的，就是哪怕是负面的新闻，我也阿弥陀佛给回向给阿弥陀佛。那就是他的表达方式倒是回向给阿弥陀佛，不是说他坏的送给阿弥陀佛，不是这样，只是说他们用这种修行的态度坦然面对嘛。所以这样的话呢，至少红谷讲的，至少自己不会因为这样得到忧郁症，至少不会受很大的打击。那这个也实际上最重要的，最终是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目标大了。如果假设一个人千本万计的要诽谤我，那而且这个诽谤到处在讲，但是呢，我反而用仁慈的心要对待他，要赞扬他。如果你这个做不到，至少呢，因为你现在听的是那么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这种一个思维，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如果我们实际上做到了1%、2、3的话，还是也有非常大的帮助。至少想得开嘛。想的不是那么的负面和严重了。现在我们很多忧郁、焦虑都是小小的事情想得很严重，放大，那就变成这个样。所以菩提心呢，对一切众生有用。我们的上师像嘎先生不行，就是修慈悲心、菩提心，能有能力滋润无数个人的相续。我下个月要去见他。然后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可以用我的手可以摸你们的头，有价值力。开玩笑。他的这个感染力是真的是让我们在一接近他的，我们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难表达出来的。就像我经常呢，不是爱哭啊，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在哭啊？没有吧？为什么哭啊？不好意思哭嘛。但是我到嘎先仁波切那边想哭，也哭。我上次去呢，跟嘎先仁波切说，我们在那边吃饭呢，就不在嘎先仁波切旁边呢，大家都在吃饭，几个洋人也，那个嘎先佛学会的会长吧，说的，哎，康波，你下次要不要来？我要来，然后我忍不住哭，我一定要来，我也要哭，知道吗？所以那个不是我爱不爱哭，那是一种，真情流露，他的这个也不是我的什么感情，那不是真情，就是纯粹就是这个嘎先仁波切的价值了啊，也是慈悲心的那种力量，让每个人就基本上就变成是有办法成为这个状态了所以就是呀，慈悲心是很好的东西啊。菩提心非常，菩提心就是妙宝，是吧？妙宝，OK，菩提心妙宝，讲究先叫仁波切。我们说仁波切，说转世活佛叫仁波切，其实不是这样。藏文里面的仁波切的用法是内心当中最珍贵的东西叫仁波切，刚仁波切，讲究个什么仁波切当然上师也叫喇嘛仁波切。所以那个菩提心就是我们藏人经常用的仁波切，所以我们念讲究先叫仁波切，也把记把那么记下去，也菩提心妙宝为神什么什么一生什么不是有一个寄送这个就是藏文叫仁波切，为什么讲究个心？所以我们刚刚第1年1年半
就是一开始在佛学院里面学的第一堂课，也就是如菩萨行论。我记得如菩萨行论的课盘是巴珠仁波切的写的，所以他的课盘的开始叫什么呢？一印吉诺波万给加波里讲七拉巴哦，人间的相续的圣人波的一拉就是些巴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是哦，必如意报胜过完全胜过如意报的最究竟的如意报。什么如意报？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所讲授的这个著作就是入行论，用这样的一个开头。它的开头就是菩提心，就是最究竟的如意宝。为什么呢？你心上去有慈悲心、菩提心，真的是实践的人缘也好，绝对是你念咕噜咕噜佛母和菩提心，你的人缘方面绝对是菩提心。如果能够成功的话，绝对是它的力量，绝对是更大更大。因为有咕噜咕噜的这个成就是还是有一些难度，也毕竟是一个修一个本尊什么的话，它不是不是无条件能得到的啊。所以呢，菩提心是 OK，所以而且相互那个妖魔鬼怪也是菩提心，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咒语，菩提心本身就是最究竟的咒语。咒语一样的啊，用咒语来比较。好，所以那在下面这几个是一个比一个难做到的啊，所以这里又讲了，下面说我所珍爱复有如子者，虽然这怎么念？待我犹如是抽屉，好像母亲善待这个你看，这个写的太白话了，就是如同，就是翻译成如同可能好一点，如同母亲善待身边儿，更加令爱，乃是佛之心。乃是这就是佛之心啊，就这样。那什么呢？因为经常呢，如果一个陌生人、普通人、不太熟悉的人、竞争对手的人，他对你做什么什么，你就觉得啊，这是理所当然应该的。如果你对他非常好的时候，他对你做出不应该做的时候，你内心非常打击，对于我们的内心的打击特别大，会受的伤害更深。那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种抱怨，我也听过很多次嘛。这个很多确实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也是菩提心的一个心态，能够面对这个、接受这个，或慢慢的能消化掉，那是非常有难度。但是他说要这样做，怎么做呢？他说，比如说一个孩子生病了，精神异常的状态当中，他做出任何的，那就他的妈妈会还是一样的疼爱，因为他的发病的越严重，他越疼爱他，越舍不得他，是吧？一样的。其实这些他对你，你对他越好，曾经非常对他非常友好，或者这个有帮助过的一个，你是一个恩人的角色，但是他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也是有原因。什么原因呢？贪嗔痴发作了是这样的，烦恼发作了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点。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绝对是你们之间的一个业力。有时候业力是没办法以这个眼前的这个合理的道德或什么的这个情感能解释的出来的。曾经我讲一个故事曾经呢就是有一个人弄丢了一个高嘛，那个叫羊小牛。小牛犊，牛犊羊羔，羊羔小羊，牛犊牛犊 OK，好说牛犊别物藏文说的别物这个牛犊
啊，应该你的中文很好了啊，比我好了吧？应该是你们是不是？你说是读过学校啊，这个大学啊什么的，我都没有啊，我是自己后来学的，所以很多的这些有时候基本用词我都有些时会想不起啊怎么用，但是佛法用词我比较经常接触的嘛，所以还可以啊。所以那个牛肚，OK，牛肚啊，现在好一点。以前我讲培训上实验教就是这样的，一边学一边讲啊，就这样中文。牛肚呢，弄丢了，弄丢了之后呢，就是有人去找，找了之后有一个修行人，也圆觉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修行人，我就讲简单一点。他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锅里面煮一个东西啊，在煮东西。然后那个弄丢牛犊的人去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牛犊？没有，我要看一下。”他怀疑嘛，一打开看，里面真的是牛肉，红色的肉，然后被抓了。他就是报警了，然后就是警察，没事警察了，当时的可能这个国王啊来抓他了，抓了在那边放了监狱里面，就直接这个拘什么拘留嘛，一个星期，真的一个星期。结果呢，国王也忘记了，他事情多嘛，以前没有那么那个嘛，可能就反正忘记了。结果呢，那个主人呢，他自己找回来了那个牛犊，他说的，哎，不好意思，冤枉了那个出家人，然后就是他去说他在这个开门，然后啊，你放出去了，你没事啊，就是不是人呢，给误会了，说忏悔啊，我说不要忏悔，我自己的业力。他说是因为我曾经过去造作过这样，所以本来那个里面都是他自己的衣服啊，在染色的这样的一个红色，就变成对方看成肉，而且他自己看的时候也是这样，直接就变成肉了，业力现前。业力现象了。他说是这不是你们的错，是我自己过去有，因为他人家是杜绝啊，有神通啊，他说我过去欠是这样的一个业力，我们之间有这样，所以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因果这件事情呢，不是说吴家印的现场在用而已，知道吗？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能用到这个因果的法则，能了解这个真相，然后就是能够放下。比较容易能够放下。是的啊，是不是这样啊？这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原因呢，很多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呢，人与人之间非常容易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误解啊、误会、沟通。因为我们的言语表达很多都经常就本来就是充满着这个缺陷的，所以就非常容易产生沟通。我曾经在印度参加过一个有点像培训那种，反正呢，这个一个进修吧。那个时候，比如说沟通上产生的问题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印度的一个老师，那个时候总司令部也在，我们明年也要再有一次，会有一次，所以就是这是6、7年前，2015年。比如说，你们肯定玩过这个游戏了啊，这个是很多教学上能用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10个人排队，第一个人，我跟你在你的耳边说了一个东西，然后你说给他，他说给他，这个最后到的时候，最后人听到的和我说的之间就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知道吗？传话语句。对，这个我都玩过了。我们玩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无论是曾经有没有帮过，这是当然是一个理由，这不是绝对的理由。再加上菩萨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一个用菩萨的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就不一样了。而且呢，这样的安人的对象更加难找，所以也是一个恩人，你看是吧？还有，如果你能够成为这样，成为你就是不生气的话呢，其实是
你是累积功德。他是因为这样的嗔恨心和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他是遭作业力，他很可怜，他呀也是有报应的。所以就是种种原因，你就把他视为一个生病的儿子的妈妈一样的角度看自己的儿子，因为就是这样，是吧？啊，呀，是这样。所以还有我们也经常说过，如果我们是一个人，他本来烦，脾气爆炸，无论是男的女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就是这个形象是受很大的这个损损失损害。上次也有，好像几年前也有这样的例子嘛。有一个好像是好莱坞的演员啊，什么有个马人，后来就是只能道歉嘛，也是这样经常出现的，无论是男的女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如果他做这样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呢，他是有各方面就是受，比如说他偷你的东西，是你的经济有损失没有错，但是他变成小偷啊，他的不良的记录呢，一生的当中可能是他是一个偷东西的人呢。的邻居或其他的人的眼睛，其实他的损失比你的损失还更惨重。所以为什么他偷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他自己好，但是呢，做出来是什么呢？他永久性的对他的这个无法用这个钱没办法弥补的一个事情做出来了。所以他是不是很傻？他是不是很愚痴？是。那这样的话，你不傻，你不愚痴的话，那还干嘛计较，对吧？是生气的。反而呢，就是他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入心论的安人品里面非常明晰的讲的一些我们为什么应该修安人的非常客观的理由的几个点，我就今天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啊。OK，哎呀，那因为这个文字呢很简单了，一个一个就不用太多。我觉得这次呢，我们就是所谓讲一些重点嘛。所以这个文字的部分呢，就也很简单。但是文字里面怎么去运用，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这个思维，怎么去合理的就是能理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好，还有呢，再接下来你念，你们谁念都可以。就与我相同这个。OK，与我相同或者不如我，虽然起了我慢失欺凌，仍如对待上师般恭敬，置我头顶乃是佛子行。哇，这个很难啊，非常难啊，我们难啊，非常难，尤其是现在的人呢，有各种各样的自我啊，连别人都叫你男生，你是女生，但是你如果别人说是女生，你也可以生气的。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我最近看到一个人说是父母没有权利决定我是男生还是女生，或类似这样的状态啊。那个我也不是说是完全跨性别都完全我不是反对了啊，但是呢，反正这些价值观啊、观念啊各方面都是非常我们有些地方是很难理解的啊。当然，真的天性可能有这种这个性别上这些上确实有这种个别的现象是存在的啊，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否定。但是呢，现在本身就是好像变成潮流一样啊，就是有一些个别的现象是已经超过了实际的真正的一个呃情况。所以呢，这种地方呢，就是我们一个叫污浊，你听过吗？污浊，浊是浊，污浊就是浑浊的浊，嗯，一二三四五六的污浊。请问哪污浊啊？仆人见浊、劫浊、
烦恼着，呃，嗯，一下想不起来五浊恶世，劫着、见着，一下想不起来了。哦，一定会有人想起来啊，放心，我们看着那个留言区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 Google 的记忆力比我们好很多了啊。你是看，不是不是刚才那一段吧？劫着，OK，对进行嘛，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宿命的着然后这里面我们现在讲坚着，坚定的着，这个坚着就是这个观念就是变得非常复杂，那叫做坚着。所以叫做无着涌现的末法时代。什么叫末法时代？你们都听过吗？末法时代这个说，因为污浊涌现，污浊很用就是那个用讨那个汹涌的涌三点水那个涌，污浊涌现叫做末法时代。那个污浊的其中一个叫见浊，见底生命一个变得非常复杂的一个价值观，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就见浊了，是吗？所以那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自己的傲慢和自我的理由了，那就是更不容易，更不能接受别人的任何的批评，任何的很多的，跟你不能说任何事情了，是吧？现在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说与我相同或者不如我，就是跟我就是一些相同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年龄相同，有可能是就是地位身份地位条件各方面相同尤其是才华类似这样的一些呢，就是一个学问就是这样的相同，或者不如我的人，可能比我低一点的一个人跟你说的话，你还觉得更不可接受了。凭什么你都跟我说？就是那种，就是我们非常傲慢的说，连你都看不起我嘛，就这个意思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虽然不是我，虽然其了傲慢，是其人，就是他还是比我都不如的我，还很那个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傲慢的跟我说话的话，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无法接受啊。我们是这样想的嘛，这是因为我们要先对付这样的话呢，经常我们怎么对待这些事情的，先要还原这个情况现场。所以我为什么讲，就是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或者很难接受的，很在乎的，很在意的，特别在意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人人对待上司般的恭敬，很难做到但是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办法，或者有一些理由，或这样的有一些角度，你慢慢能够宽容他不计较他，你能忽略他，那就很好了。所以这样最后呢，就是这就是你的一个人品的一个以上的一个非常嗯完美的一个表现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辩论当中，有一些是非常坚定，自己讲述的观念立场非常坚定，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有自信。但是他三到四或骂人或情绪的，他根本不会当做一回事，不理了，那是就是最大的赢家了。而且你在意这个一起他的想法或你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了那个最低级的一个吵架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些里面都是智慧是这样的。所以呢，人如对待上司般的要恭敬他，而且为什么要恭敬呢？有时候呢，别人这样说的难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应用或想想的话，可能定出我们的一些缺点。原来是这样，是这样，可能这个是可以。有时候是大家很客气，表面上夸来夸去的时候，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就是我都其实有时候
厉害这两个字，我有时候真的不太喜欢。大家用玩具啊，那个时候啊，你好厉害，谁好厉害？厉害这个两个字啊，就什么法会很厉害，那个上司很厉害。我觉得有一些用词里面“厉害”这两个字，它这本身没有什么负面的意思啊，完全没有，我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用词的时候呢，这是一种比较。而且这个非常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个赞美的方式的感觉，尤其是用在咒语啊、上师啊，有一些个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厉害这个的比较就是有点那种有点特别性输，你同意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证据啊、根据。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厉不厉害的问题，而且是他有一种，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这种心态当中，可能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真的是不是以为是很厉害那种啊？那个时候，如果别人说了不愿意听的话，不想听的话，那就反而是可能是不是对你最大的帮忙，还是一个人天天跟你说你好厉害厉害，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对你有帮助？所以有时候他这里说要上师般的要恭敬他，是有道理的啊。